继续关心风台扫过来了后，即马屏东透风落雨，山区的西野乡因为水消透袂离，大量的落雨霾就灌入去庄仔内，沿海的放疗气温业者设的光线和抽水的莫达，嘛互风影冲海去。因为即马拄好是大涝，湾州港口的溪水涨流，县府提醒乡亲爱预防海水倒激。 真侪土梅膏为冻土墙边拼落来，一直冲起落的。屏东西仔乡初一早起落大水雨，消透袂去，佮因为大树瓦甲山沟塌去，造成土梅膏一直溢去内温村的路面，怪手车工具机赶紧来清理。 昨天晚上一直到早上下了321毫米，山上都已经喝饱水了。如果现在继续下，就要撤离了。山道二慢慢扫，风台外围环流一直影响真侪乡镇。目前雨量上侪超过300毫米，沿海邦寮乡因为大涝，大海涌陷入的爆环内，甲海水影视业者设置爆环的海水光线、抽水莫达拢线歹去，甚至卷入海内，互影视业者损失严重。 大海涌一直升起来，恒春半岛下晡开始大雨甲风影一直增强，目前风力超过10级，毋过还是有部分国内外游客走去准芳礁翕相看海涌，海巡人员赶紧劝因离开。 渐渐增强的大雨，互湾州港口溪出海口这块的溪水涨悬。去年因为小犬风台毁损封闭的港口吊桥，因为透强风看起来强要制作袂掉。因为屏东半暝了后，风雨会增强，国家大涝，恐惊引起海水倒灌。县政府嘛呼吁民众防范淹水，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